我想要重返松林，远离喧嚣的文明，但又想维持干净，不然怕会生病。最好是有讯号的环境，想用电子产品，这才发现要的不是松林，只是平静。我找不到方向和迷失的感情，我找不到自我和真实的内心，哪里都是松林，哪里都寸步难行，能不能一把火将一切烧成灰烬？哪里有别人说的那条路径？只知道在哪，我都能身陷疾病。我住在都市丛林，享受科技的眼睛，但不想和谁比拼，压力会要了命，却不能随心所欲躺平，什么都要先进，这才发现哪里我都不行，不懂适应，我找不到方向和迷失的感情，我找不到自我和真实的内心，哪里都是丛林，哪里都寸步难行，能不能一把火将一切烧成灰烬？哪里有别人说的那条路径？只知道在哪，我都能身陷疾病。